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151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51天，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內伊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51天。表面上看美國和伊朗已經停火2天，但是中東的局勢這個由於烈火噴油，雖然這個風暴眼中心稍有平息，但是它這個烈火在往四處蔓延。我們先看看這個特朗普最近又說什麼。特朗普他在27號當天在乘坐空軍1號前往密歇根州參加活動的途中，他說目前美國和伊朗的談判進行良好，我認為很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發生了，那很好；如果沒有發生，我們就恢復到2天前的狀態。他還稱美軍目前彈藥庫存充足，有大量不同類型的彈藥。但是這個伊朗是否認的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蓋伊他說：“別把那些媒體的瞎猜當回事，我們眼下跟美國沒談，我們正在談，有時候被各種解讀的是跟阿曼談的是霍爾木茲海峽，做必要的安排。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篤定美國現在停戰是戰略上喘口氣。”這個伊朗外交部發言人他說伊朗現在跟阿曼在談霍爾木茲海峽，這跟美國人沒有關係是伊朗和阿曼的雙邊事務。他堅稱伊朗未與美國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這個巴加還說美國應對軍事侵略伊朗負責，也不能忽視地區國家的參與。伊朗希望這些國家不要繼續與美國合作針對伊朗。所以這個特朗普一再聲稱他在接受記者採訪，在接受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採訪的時候，他說決定暫停對伊朗的打擊，以便給談判一次機會。但如果外交努力失敗，他可能下令恢復實施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他說時間不多了，要麼速戰速決，要麼乾脆作罷。特朗普還說之所以停止暫停打擊伊朗，是因為居中斡旋的國家請求他再給談判一次機會，並強調他認為伊朗有意達成協議。特朗普還說這個卡塔爾、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總統特使維特科夫都參與了談判。談判重點是達成一項旨在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重啟關入全面核協議談判的新協議。這個媒體不是說美國由於這個導彈庫存不夠了是吧？彈藥需要補充等等。問這個特朗普針對記者關於是否擔心衝突擴大導致庫存耗盡的問題，7月28號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稱，美國擁有大量各種類型的彈藥。雖然此前拜登向烏克蘭提供了很多導彈導致目前正在補充，但總體庫存依然充足。在談及中東局勢時，特朗普表示，伊朗在過去14天裡遭受了重創，並且一再堅稱是伊朗非常客氣地請求美方停止打擊。特朗普還說談判必須速戰速決，談不攏就放大招首先速戰速決也已經打了快半年了，這是第一個。這是半年裡面多少次速戰速決？特朗普多少次畫紅線是吧？多少次給最後的1周、最後的3天、最後的多少天？這是第一個這個第二個呢？特朗普給外交空間這個多多少少要麼是一廂情願，要麼就是上了伊朗人的當。如果談判不成功，我們將採取非常強有力的軍事行動，要麼事情會迅速進展，要麼根本不會發生。所以特朗普你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是特朗普說的一句話是对的他說伊朗人想要達成協議，並且他同意暫停打擊行動，是因為沒有可獲得的，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這個說的還是比較客觀也就是主動權都在特朗普手上。打和不打
對吧？也就是他點個頭簽個字的事，打吧也就那樣，不打吧美國也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歇會兒也行，就這種啊。所以說啊，多多少少也反映出特朗普的一種叫精疲力盡啊，一種無奈，就是你遇到這麼一個叫牛二吧，有點像牛二，打又打不服，要麼就弄死他，你要不弄死他，跟他談判那就是在消耗精力。關於特朗普的最後通牒啊，也不是第一次下了，但這也不能否認啊，伊朗壓力山大。美國在陸地上是停了火，但是海上的封鎖更緊了，經濟命脈，对吧？被死死卡住，嘴上可以硬，对吧？煮出来鸭子嘴硬啊，但是啊，數據不會騙人。特朗普啊，再一次把伊朗逼到了牆角，要麼上談判桌認輸，要麼挨更狠的仗。有記者就問這個特朗普啊，說俄羅斯正在給美國在海灣地區的這個衛星圖像。這些信息全部提供了給了伊朗，幫助伊朗啊打擊美國。問他怎麼看？因為這個信息都是烏克蘭的總統澤連斯基的吧，對媒體說的。特朗普說啊，我呀會直接打電話問普京這件事，然後說，但是啊，不過也不要緊，但是俄羅斯提供了也不能說明什麼。你看，俄羅斯給委內瑞拉提供了情報，提供了這個軍事裝備，委內瑞拉呀都是俄羅斯的這個防空系統。雷達，結果我們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頓，馬杜羅對吧？還是被我抓走了。所以說啊，即便啊說俄羅斯給伊朗提供什麼資助啊、軍事情報、導彈技術，也改變不了這一切，也就是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伊朗已經沒有了陸軍，沒有了空軍，沒有了海軍，什麼都沒有。然後特朗普說，所以我相信啊，普京不會這麼做。然後後面說了一句，即使這麼做也沒用，沒卵用啊。這特朗普啊很有意思啊。首先戰略上藐視敵人，也就是你俄羅斯你就給都沒用。戰術上呢，實際上是自欺欺人。因為普京說啊，說普京啊提醒特朗普，只要俄羅斯和伊朗存在，那還有他提到了還有一個國家啊，印度，任何世界領導人都不可能單方面行事，美國的霸權已經結束。那麼面對目前的僵局啊，這個美國接下來可能會怎麼辦呢？紐約時報援引消息人士報道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啊正考慮關於伊朗的4種後續方案。第一種就是擴大軍事行動，第二種就是發動地面入侵，第三種就是加強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第四種宣布勝利並退出戰爭，也可以說是撤軍。這個紐約時報說啊，儘管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上述任何一種方案都不能保證其能夠明確實現既定目標。特朗普似乎陷入了戰爭泥潭，他曾認為自己的權力沒有邊界，卻發現存在諸多限制，這更加讓他感到失望和情緒不穩定。他的總統任期逐漸被戰爭所吞噬，而他卻找不到出路。目前的情況表明啊，在解決伊朗的衝突中，僅靠軍事手段具有局限性。但是这个《紐約時報》啊，他又說啊，他說特朗普政府啊正在商討一項前所未有的行動方案，計劃奪取伊朗的濃縮鈾，行動或將投入數千名兵力。該媒體報道啊，白宮正考慮發起大規模特種行動，運出伊朗核設施內的濃縮鈾，行動可能投入數千名軍人、特種作戰部隊、工程分隊以及核材料專業處置人員。特朗普近期表態可以視作相關消息的間接佐證。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滿足美方全部要求，轟炸行動將會重啟。這個白宮的負責人啊，他說啊，若伊朗無法100%達成我方訴求，我們絕對會考慮恢復全面戰爭。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副主任約瑟夫·羅傑斯表示啊，他說雖然不希望看到這一切發生，但由於外交談判進展緩慢，通過軍事行動清除或摧毀伊朗現有核材料，可能成為一種被討論的解決方案。不過，目前美國政府並未公開確認相關軍事計劃，相關報道內容也未得到美國官方證實。實際上啊，我認為啊，你就是去伊朗把它的濃縮鈾啊，把它設施給拆了，
把他的庫存給搬走，那這個也是叫權宜之計。只要毛拉政權還在，你把他的，對吧？這些瓶瓶罐罐的給搬走了，他裝在腦子裡的知識你又裝不走。只要他政權還在，對吧？假以時日，原子彈不難搞出來啊。所以呀，你要根除，要杜絕後患，那只有把毛拉給顛覆。這一點以色列人是認識最清楚的。這個內塔尼亞胡多次表示最近他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戰爭只有在伊朗現政權倒台或被徹底削弱到被迫放棄其核計劃時才會結束。那我們再看看這個說伊朗跟阿曼在談判，關於霍爾木茲海峽，這兩個人談的怎麼樣呢？實際上也是談不成，談成了又能怎麼樣呢？談成了，連美國和伊朗談成了，就是諒解備忘錄，那不也是該死馬上就死掉了嗎？對吧？談成了沒幾天，伊朗的革命衛隊就要求所有的船必須接受伊朗的管控，從伊朗那一侧走。那你說美國，对吧？一手拿着炸彈，一手拿着胡蘿蔔跟他談都没用。你這阿曼跟伊朗談的，這纯的耽誤時間。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24日至25日，伊朗与阿曼在德黑蘭舉行了多輪副外長級會談，在尊重伊朗、阿曼兩個沿岸國主權權利的基礎上，雙方圍繞確保霍爾木茲海峽船舶安全通行共同原則和具體操作機制深入交換了意見。巴加埃表示會談富有成效，並取得一定進展。阿曼代表團已於25日下午離開德黑蘭，說雙方將在技術和政治層面繼續保持磋商。這話什麼意思就啥也沒談成，各說各的。為什麼呢？因為已經伊朗的議員開始放風了當地時間7月27號，就是昨天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委員叫胡兹里安，对吧？他是發表聲明說從國際法與歷史條約角度強調，阿曼在未經伊朗協調的情況下，無權單方面定義和執行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通行規則。什麼意思你在你國家沿岸12海里以內畫一個，對吧？那這是我的權利在我家門口怎麼走是我說了算。這個12海里這還不是門口12海里是人家的專屬什麼經濟區是吧？那在我家地盘上怎麼走，還你伊朗來管嗎？伊朗說你阿曼無權在你們家制定怎麼經過你們家的交通規則。那你說這不叫純的耍流氓嗎？當然了，你伊朗有這個實力也行，對吧？你是中東霸主，跺一跺腳，整個中東的抖三抖，那行，你還做不到的，对不对？你看他怎麼說的他說無权單方面定義和執行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通行規則。胡茲里安指出，儘管伊朗與阿曼在1974年已根據等分線原則劃定了海底大陸架邊界，都已經劃定了，對不對？這界都畫好了，但兩國寬度不足24海里的領海水域至今尚未完成劃界。這意味着，若該水域達到24海里寬度，將分別構成伊朗12海里領海與阿曼12海里領海，但在當前未劃界狀態下，任何單方面行動均缺乏法理基礎。他這個說的倒也是一種情況就是大家都是12海里專屬這種經濟區12海里。那如果霍爾木茲海峽最窄的地方大於24海里，那就好了。現在霍爾木茲海峡最窄的地方它小於24海里，那就意味着双方它還有重疊的地方。那重疊的地方怎麼辦？就这意思任何单方面行动均缺乏法理基礎。他進一步援引歷史文件說明，兩國於1974年3月7日在阿曼蘇丹卡布斯訪問德黑蘭期間發表聯合聲明，明確以安全合作取代海域劃界。什麼叫安全合作那不就各自解釋了。所以說很多時候協議那些文字表述，你就寫10000個字，你怎麼列都沒有用，對吧？你把所有的狀態都列出來，人家還能找出一個你沒列出來的，然後拿這個說事所以說這個協議
有的時候他就是擦屁股的紙啊，想撕毁就撕毁。那麼安全合作取代海域划界，在霍尔木兹海峽實行共同管轄，這一安排實質上確立了兩國在該海峽的共同使用權。任何涉及海峽通航的重大決定，均需雙方協商一致。所以说啊，談也是白談，打吧，不要耽誤时間。你不打啊，有人幫你打。那這個人誰呢？就是烏克蘭。哎，大家也知道啊，烏克蘭最近啊，把這個伊朗僅剩的一條生命線，就是里海生命線，也就是連着這個正義聯盟大哥的這個紐帶，伊朗人給掐斷了。他沒掐啊，他只是掐住了。他說我隨時可以給他掐斷。掐斷不掐斷，都在烏克蘭人一念之間。烏克蘭用無人機啊打擊了這個里海上的伊朗的貨船，而且他沒有說什麼，對吧？誤擊，沒有說什麼這個那個的，人家說了，打的就是你伊朗，早就想打了。當地時間7月26號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受英國天空新聞採訪時表示，烏克蘭必須謹慎行事，避免開啟新的戰線，但同時也要為局勢進一步升級做好準備。他稱啊，伊朗和朝鮮已經攻擊了烏克蘭，希望雙方不會进一步加劇對烏方的威脅。意思是什麼意思啊？就是你朝鮮和伊朗，你早就開始攻擊烏克蘭了。他說，伊朗自俄烏衝突爆發第一年起，便開始向俄羅斯提供見證者，就是沙赫德無人機啊，隨後還協助俄方建立本土生產能力。朝鮮則直接向俄羅斯提供導彈、炮彈以及士兵支持。因此，在他看來，這些軍事援助本身已構成了對烏克蘭的攻擊。所以，烏克蘭這只不過是在反擊啊。烏克蘭政府多次將伊朗和朝鮮列為俄羅斯最重要的外部軍事支持者。烏方認為，這些國家提供的無人機、導彈、彈藥及其他軍事資源，對俄羅斯持續實施遠程打擊和維持戰爭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那麼有媒體報道啊，說美國一再警告烏克蘭不要在里海啊打擊其他國家的船只，那意思就是不要打擊伊朗的船只，就不要升級。我這邊在談判呢，別搗事，別搗亂，別找事，就這意思啊。但是人烏克蘭人可不管，打不打，對吧？那是由實力決定，由烏克蘭自己決定，人家能夠得着人家就打，夠不着，對吧？那就是嘴炮。接下來啊，等到伊朗人，等到烏克蘭的這個飛1萬公里的無人機出現啊，那時候就看看這個朝鮮啊，看看司令官能不能睡好覺啊。照烏克蘭人這個搞法啊，他一旦有了這個能力，他一定会去實現。等他有了能打1萬公里的無人機，他一定會去，對吧？打擊這個朝鮮，就這叫來而不往非禮也。現在就看這個朗子啊，不是煮熟的鴨子嘴硬嗎？就要報復烏克蘭嗎？伊朗高級議員伊布拉辛·阿齊斯對烏克蘭警告說，攻擊伊朗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沒有代價的。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對此心知肚明，烏克蘭也很快意識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從不拖欠債務，失敗勢力的名單正在變長，是吧？不要無需多言了，有什麼手段就趕緊拿出來報復烏克蘭吧。反正烏克蘭啊，他也不在乎多這麼1發2發導彈，不差這幾發導彈啊，因為人家每天都要接受這個俄羅斯上百發導彈，還有這個，對吧？這幾百架無人機的轟炸，也不在乎多你啊。這個伊朗這3瓜2棗的，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這個地區緊張氣氛，那就是胡塞武裝和沙特啊。現在雙方打的正是有來有往，很認真啊。沙特与胡塞武裝之間的戰爭升級，已經導致也門叫焦夫省爆發激烈的地面衝突，在那裡，親沙特也門民兵與胡塞武裝民兵交戰。這次戰爭在前幾天啊，胡塞武裝攻擊了沙特油輪後，開始升級為一場較大規模的戰爭。總之啊，這個也門的啊，那好幾派勢力現在打成一团了。這倒讓我感覺不是伊朗，取得了什麼勝利，他能鼓動這個地區代理武裝或者是白手套，他還能控制這些。實際上不是啊，實際上我看來這是這個毛拉政權是最後的嚥氣啊，最後的瘋狂。因為你看真主黨已經不行了。伊拉克民兵現在也正在收拾，
哈馬斯已經對吧，也出不了頭了嗎？就剩下胡塞武装了。如果胡塞武装有個三长兩短，實際上伊朗在什麼抵抗之湖、什麼地区代理人武裝全部破產。叙利亞是第一個对吧倒下的，那胡塞武裝就是最後一個。你看看，也陷入戰火。这個不能不說啊，這是有意為之啊。實際上這是對朗子啊叫雙管齊下，國內有美國、以色列到時候轟炸，國外呢代理人武裝有以色列有這個什麼沙特這些國家慢慢去處理啊，包括伊拉克啊，伊拉克現在已經把伊朗給得罪了啊，徹底得罪，所以這個伊朗拒絕給予伊拉克油輪任何特殊待遇，也拒絕伊拉克110億美元的天然氣債務。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了啊！以前革命衛隊啊跟伊拉克這塊什葉派民兵那關係非常好，他們就走私石油啊，對不对？洗產地啊，走私武器啊等等。現在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了，伊拉克軍事代表團已經向巴基斯坦發出請求，要購買導彈和無人機。那不僅這個英國頭鐵，這個保加利亞呀也很頭鐵啊，他們都答應將自己的這個空軍基地啊提供給美國，美國利用這些空軍基地去打擊伊朗。所以這個伊朗啊不僅威脅了英國，還要威脅保加利亞。伊朗方面27日消息，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耶表示啊，保加利亞允許美國利用其領土和設施採取針對伊朗的行動，此舉可能構成侵略行為，保方應就這一不合理且危險的決定承擔責任。構成了侵略行為啊，對伊朗的侵略行為，那你伊朗倒是動手啊。我們再看看以色列人怎麼看的啊。一位以色列高級官員告訴媒體，美伊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並稱衝突最終升級不可避免。也是啊，這個特朗普雖然是停火了，但是繼續向以色列派遣大量的軍事資產，包括數十架戰機、加油機、防空系統和彈藥。該組織稱啊，過去幾周派到以色列的加油機已從60架上升到90架，他們駐紮在本古利安機場以及拉蒙和奧夫達空軍基地。這與美以戰爭於2月底爆發前夕部署類似，大面積的轟炸啊不可避免。不過這個經濟學人雜誌啊認為啊，華盛頓針對美伊衝突預設3種局勢走向，也就是這個經濟學人雜誌他認為啊，發動地面戰爭的可能性比較小。該雜誌指出啊，奪取伊朗哈爾克島可能會使美軍陷入易受攻擊的境地，而針對伊朗核設施的地面打擊則將伴隨着重大風險。CNN分析啊，他說美國和以色列持續數月的軍事打擊給伊朗造成了沉重的經濟損失，但德黑蘭至今沒有表現出被迫求和的跡象。除民族主義、國家尊嚴和政治意志外，伊朗長期在制裁環境下形成了經濟結構，也為政府繼續維持戰爭提供了緩衝。伊朗官員今年4月估計，美以打擊已造成27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損失，為支付戰爭開支，伊朗政府不得不大規模向中央銀行借款，通脹壓力預計將進一步上升。伊朗上一年度通脹率已超過40%，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受到明顯的衝擊。不過啊，經濟困境並不能必然轉化為政治讓步，國家決策還是受到民族主義、政權安全和社會動員能力影響。最重要的是，伊朗現有的經濟體系與統治集團利益密切相連。伊斯蘭革命後啊，大量資產被政府沒收並重新分配，一部分銀行、保險公司和重工業企業被國有化，由政府部門直接經營，而另一部分資產則交給聽命於神職人員的慈善基金會和社會組織，即所謂的巴尼亞德。這些組織最初承擔2伊戰爭後救濟和重建工作，隨後逐步擴張為橫跨多個行業的大型企業集團。此後，部分國有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落入伊斯蘭革命衛隊控制。你就記住了，大量的这个經濟命脈是掌握在衛隊手中。革命衛隊的商業利益涉及航運、建築、石油、汽車製造和電信等行業，制裁反而強化了其對經濟活動的控制。因為秘密出口、
跨境結算和受制裁商品交易往往需要依赖中间商、空壳公司和非正式渠道。革命卫队由此掌握了大量灰色贸易和走私網絡，就包括伊朗的石油走私石油出口等等，都是由卫队控制。外界估计革命卫队和巴尼亚德控制了伊朗经济一半以上的資源。說戰爭造成的破壞一旦進入重建階段，擁有建築和工程業務的革命衛隊也可能成為主要承包者和受益者。所以說，伊朗經濟的運行代價主要由普通民众承擔，但與政權關係密切的群體仍可以獲得穩定的利益。這就是伊朗婆羅門。《華爾街日報》曾報道，巴斯基民兵和革命衛队成員可以進入政府關聯企業任職，或獲得低息貸款和其他經濟優惠。也就意味着美國对伊朗的封鎖不會馬上動搖這個衛隊的統治基礎，他們還是有飯吃的，那苦一苦伊朗的老百姓。所以对于這一點這個美國的國務卿盧比奧認識還是比較深刻的。盧比奧毫不留情，一針見血。他說伊朗是一個由激進教士統治的國家，他們擁有一切：石油、天然氣、戰略位置和年輕的人口。他們本可以輕鬆成為中東最富有的國家，但他們沒有把錢投資在人民身上，沒有建路、醫院、教育和技術，而是把財富送給了恐怖主義。他們把錢給了真主黨、哈馬斯、胡塞武裝以及遍布中東的什葉派民兵。他們資助無人機、導彈、核計劃，並在全球範圍內支持恐怖主義。也就是大量的財富被衛隊賺取了之後幹什麼呢？它不是用來解決伊朗的民生，而是用於輸出恐怖主義。他們的優先事項不是進步，而是破壞。如果他們把這些錢花在人民和經濟上，今天伊朗本可以成為西亞的迪拜，但他们選擇了成為全球仇恨的首都。他這不是運氣不好，這是一個決定。這就跟正義聯盟大哥一樣的嘛，大哥不也是對吧？這個資源是全球排前幾名的，真正的地大物博，地廣人稀，你看看，但是他卻走上依賴侵略擴張的道路，結果自己把自己搞成什麼樣？有樣學樣也正因為這些脾氣相投秉性相投，所以他們才能成為一個什麼正義聯盟伊朗也一樣石油、天然氣，但都是全球排第一、第二，都是非常厲害的。那人均估計是排第一吧。如果他把心思放在發展經濟上，當然了，伊朗曾經1970幾年，他就心思就在經濟上面，那人家經濟搞的是相當厲害雖然貧富差距比較大，我們不能否認他有社會矛盾，但是人家經濟比現在強得多現在呢，老百姓的收入買不了幾斤雞蛋，也買不了幾斤肉。天量財富去了哪兒？巴列維王朝伊朗財富分配不均，對吧？貧富差距大。那現在呢？現在的波斯不僅是財富懸殊更大，關鍵他窮了，也就是還比不上那個巴列維王朝，他也沒有解決公平的問題對吧？那窮人更窮，有錢的，比如說毛拉，他們在國外巨量的資產，天量資產，現在正在被美國的財政部全球追凍結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